陳沛良議員。係，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關於係勞福政策方面嘅問題，想多了解一下嘅。咁就文件第10段都有講到咧，就會優化大灣區嘅養老安排。咁就會喺今年年底咧推出為期3年嘅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計劃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一個政策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呢，就係因為個名額呢，都只係得1000個。咁但係而家我哋攞緊綜援嘅長者都有11萬嘅，咁即係大約1%度。咁所以喺呢一度呢，就會唔會都有一個增多足少嘅問題？當然我哋知道個資源係有限啦，係嘛？咁但係呢個名額嗰度有冇一啲嘅空間係可以增加或者提升呢？咁樣嚇。咁如果係真係好多人申請嘅時候，我哋係點樣去判斷俾邊一啲人有冇優先啊？定係點樣處理呢？嗰個名額嗰度嚇。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呢，就係關於嗰個加強育兒服務嗰度。咁未來3年呢，就26至27呢，就係會新增15間嘅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嘅。咁會提供15個名額俾0到3歲嘅兒童日間照顧嘅服務。咁就呢度呢，就已經多咗1倍㗎啦。咁但係局長剛才介紹嘅時候咧，都有話而家咧我哋都係會將個資源咧傾斜俾0至2歲照顧一啲嘅新生嬰兒嘅家庭咁樣。咁呢個我相信都係政策上配合而家嗰個新生嬰兒家庭嘅需要咧。但係我就擔心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嘅名額都唔多，都係得1500個加埋晒都。咁如果將來將嗰個名額傾斜咗去0至2歲嘅時候，咁嗰個分配上會係點咧？如果分配多咗落去0至2歲嘅時候，咁2歲以上嗰啲會唔會就嗰個名額就會仲更加嗰個需求上咧滿足唔到咧？咁呢方面有啲乜嘢嘅處理嘅方法咧嚇？唔該。好，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啊。關於呢個我哋準備提出一個先導計劃啦，讓嗰啲領取緊綜援金嘅老人家咧有個選擇嘅，即係佢可以選擇咧去我哋廣東院舍計劃下面指定嗰24間院舍度咧就可以去住。咁我哋都做咗特別安排嘅，因為佢上到去廣東咧，只可以攞佢嗰個標準金，即係約莫4500蚊左右。咁我哋就話俾佢多5000蚊。咁變咗佢總共有9500蚊咧，就好多院舍佢都可以住到啦。而且我哋都做咗啲便利措施嘅，因為大家知道住上面院舍咧，又要俾按金啊，又要俾啲上期嘅嘢咧，就我哋都幫佢處理到嘅，即係佢可以用嘅。咁當然大家會問，其實而家好多老人家都攞緊綜援啦，你1000個位夠唔夠嘅？我哋計過嘅，陣間我都想上邊可以詳細解一解。其實我哋估計咧，如果佢而家住緊公屋嘅老人家咧，即係攞緊呢個綜援嘅老人家咧，去上去嘅機會就未必咁大嘅。即係佢已經住緊公共房屋，我哋估計咧，主要就係住緊可能住緊私人院舍，或者喺出邊住緊啲不適切嘅房屋嘅攞緊綜援老人家咧，佢哋嗰個動機會大啲嘅。咁嗰度數目就冇咁多㗎啦。陣間上邊可以講一講。咁所以實質上唔係講緊1%嘅，我哋估係講緊嗰堆係5-6千個左右嘅啫。咁可能每5個6個，我哋預期有一個或者會考慮上去。呢個一個啦。另外咧，關於呢個獨立嘅資助幼兒中心咧，其實個使用率咧一路都係0至2歲咧係使用率好高，高得好緊要。缺嘅，大家好想嘅。過咗2歲，即係3歲及以上嗰啲咧，相對使用率就冇咁高，同埋嗰個量咧都大好多嘅。咁所以正係基於呢個原因咧，我哋就認為，既然有新嘅獨立幼兒中心，咁個設計嗰啲嗰個點樣去分配咧，仲有空間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將新有嘅資源咧，盡量去滿足一啲需求特別大。而家供應又大家覺得仲好缺嘅咧，咁我哋見到就係0至2歲，個需求特別大，個使用率係0.04特別高嘅。咁如果將個資源傾斜去嗰邊嘅話咧，就滿足到0至2歲一個特別大嘅需求。另一方面，我哋見到其實3歲以上嗰啲咧，而家個供應量咧，其實都相對個使用率嚟講咧，其實係比較好啲嘅，即係個使用率遠遠冇0至2歲咁高嘅。咁所以正要考慮到呢個原因咧，做咗個比較科學嘅判斷咧，就盡量將新嘅資源咧就擺落去0至2歲嘅。我睇下上邊有冇嘢補充啊？主席，我或者補充一下咧，就首先多謝陳議員關心我哋嗰個即係綜援長者去大灣區養老嘅安排。
好似局長所講咧，其實我哋即係呢一個係可以話係一個額外嘅安排啦。因為而家咧，如果一個長者佢喺香港而係可以過到老人家嗰個照顧需要嘅統一評估嘅話咧，佢本來咧就已經係可以全額資助地咧係入住香港嘅院舍，或者係我哋喺大灣區嘅院舍。咁我哋呢一個特殊嘅措施咧，其實係針對嗰啲攞緊綜援，年紀雖然大啦，但係其實佢係未能夠過得到統一評估嘅嗰啲老人家，佢可能因為種種嘅緣故，例如佢獨居啊，即係等等嘅緣故咧，佢係如果喺香港佢都可以選擇即係自己俾錢，係用佢嘅綜援金啦，就入住一個香港嘅即係院舍，但係佢係需要自己付費嘅。我哋就俾佢一個選擇，佢同樣都係自己付費，不過就可以揀去大灣區啦。因為剛才我哋描述嘅呢一種好具體嘅情況呢，其實跌落呢一個圈裏邊嘅老人家呢，就唔係咁多啦。即係話我哋講緊佢係一個老人家攞緊綜援，喺香港過唔到統評嘅，佢又想選擇去廣東省安老。咁呢，佢如果去廣東省，就好似局長剛才所講，佢嘅綜援金呢，比起香港攞嘅呢，係會少一啲。因此咧，我哋就補足俾佢咧，就俾多5000蚊佢咧，令到佢拼埋佢喺廣東計劃下邊攞到嘅綜援金咧，係足以有選擇地喺我哋而家嗰咁多間嘅廣東院舍照顧計劃裏邊嘅院舍咧，都可以揀到一啲地方咧，佢係可以入住。咁呢一類咁樣嘅老人家咧，我哋想像咧，佢就如果佢住緊公屋嘅，佢呢一方面嗰個需求未必係好高。但係如果佢喺香港住緊一間院舍，咁用借綜援金咧，佢嘅選擇咧就可能個環境未必係最理想嗰種，咁佢就會諗啦啊，咁啊我不如過去廣東省啦，多咗一個選擇。又或者可能佢而家喺香港咧係住緊一啲未必好適切嘅私人房屋嘅，咁佢亦都會而家多咗一個選擇啦。要結合咁多種因素咧，其實亦都要考慮到個老人家其實係咪行得走得啦。如果佢嘅即係身體狀況比較差，佢應該過到統評㗎啦嚇。咁所以喺呢種咁樣嘅具體嘅狀況下嘅老人家，我哋估計大概係5000零6000人到嘅啫。咁如果係10零至到20個%到嘅老人家會選擇咧，咁我哋估計試行計劃咧用1000個名額作為一個起步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嚇。唔該，主席。